主后2025年12月28日，撒个教会主日礼拜。大圣，咱来听读圣经以斯帖记第8章第9节到14节。3月就是西元月23日，王的书记照末底改的指示，写诏书寄予犹太人，嘛送予对印度到古实，共127省的总督、省长甲人臣，用逐省的文字甲逐族的语言来写。寄予犹太人的，嘛照因的文字甲语言写。末底改用阿随罗王的名义写诏书，用王的手指嵌印，将迄个诏书交予送文书的，骑风甲快马送到逐所在。伫诏书的内面，王允准逐个城的犹太人自集起来保护因家己的性命。逐省逐族若有军兵要攻击因，因通反击、杀害、消灭遐个人，嘛通杀死因的囡仔甲妇人人，搁抢因的财产。伫阿随罗王的逐省，犹太人伫12月，就是阿达月13日，迄日会当安尼做。诏书的草本成做法令，对逐省逐族颁布，通予犹太人准备听候迄日对因的对德报仇。遐个送文书的，奉王的命令，赶紧骑风甲快马出去。这个诏书嘛伫苏珊城颁布。弟兄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，搁过几日就是新历的年底。台湾伫这120年也对西方的风俗有跨年晚会，前后12月31日暗时11点59分50秒，倒算计时10秒，进入新的一年，放烟火，欢喜庆祝。期待新的一年嘛会通个别旧的一年，一切的衰运通迎接新的一年带来好运。伫较先进的运动会比赛，有时阵竞争非常激烈，有时输赢除了专业裁判的判决以后，也着靠非常精密的摄影设备做较精确的科学鉴定，捕捉肉眼误差失准。有时双方的决赛输赢只有伫0点几秒的速度，就分出第一名甲第二名的差别。若是有一边起初比赛时一路领先，对方差距袂小，不过到伫中后段煞局势反转，原本输的一边一直惊险得分，最后伫关键时刻反败为胜。若反败为胜的一边大欢喜，也会互观众为着因来欢呼、赞声不断。今仔日咱听圣经的这个进度是以斯帖记第7章到第8章。咱对犹太人反败为胜也感觉非常不可思议，来赞叹上帝奇妙恩典甲拯救。大圣，咱来看分段。第一段伫第7章1节到6节，以斯帖控告哈曼奸恶，准备灭犹太全族。波斯皇帝阿随罗王甲哈曼伫赴奉予第2日的宴会时，王第3遍对以斯帖讲：“你爱什么就是王国的一半，我嘛要予你。”之前有讲过，王国的一半，这是指王会尽伊最大的限度能力来满足以斯帖的要求。迄时，以斯帖才提出伊的请求，讲：
有人要填伊的性命，而且阁要甲伊操家灭族，消灭因的规个宗族的性命。王听了非常的震怒，因为竟然有人要杀害家己的皇后，而且阁要消灭皇后出身的全族。以斯帖伊提为证讲，因若只是受骗做奴隶，对王甲国家损失并无大，毋过对因来讲，也是毋是即个生死的大灾难。总是对的是爱因的命，所以毋管对王，也是对因，拢是大损失。因受消灭，也是不可挽回的灾难。王就问讲：是啥人做即种歹代志？迄个人是谁遐尼好大胆？以斯帖就应讲：迫害阮的对的，就是即个大歹人哈曼。当哈曼听到安尼的指控，伊心内有数，知影家己得罪惹袂起的对象，而且是在劫难逃，死路一条。伊好像对天堂跋落伫地狱，惊甲皮皮喘。这一段伫第7章7到10节，哈曼受处死。隋老王因为即个代志甲场面陷入多重的难题。一个是家己的民主，伊再三强调声明，只要皇后提出要求，伊会尽可能来答应完成，来实现。所以这袂输咧省家己的喙皮，而且以斯帖也是伊的王后，伊无为王后敢讲要为外人。总是哈曼也是王上器中信任的大臣，而且伊真好额，伊也愿意出钱贡献国库，来杀灭犹太人。到底是要律拔伊的职务就好，还是甲伊财产充公，还是啥物款的刑罚就交额？敢讲一定就爱将哈曼的命除掉？王伫迄时离开酒宴，单独去花园来拍算伊下一步要安怎做是好。就伫王离开的期间，哈曼知影家己在劫难逃，命在旦夕。唯会当保伊性命的，只有王后的开恩，才会当救命免死。毋过伊做一个致命的动作，就是拍点以斯帖提济的提议。结果王看见，掠做哈曼酒后乱性，要公然凌辱王后，就踢击哈曼。人就甲哈曼掠起来砍面，砍面的意思表示是死刑犯等待处决。也伫迄时，太监哈波那也插喙补一刀，讲哈曼有伫因兜采一支22公尺悬的刑架，准备要将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吊死。即声王愈受气，连考虑都免考虑，就决定哈曼处决的方式，就讲甲哈曼吊伫迄顶面。原先哈曼想讲，等酒宴煞，伊就通甲末底改吊死伫迄顶面，呾害人不成，反害己，换家己的死刑赔了工，也赔了心机。哈曼死，王会受气才煞。第3段，王允准犹太人保护家己，反击对敌。第8章1到14节。迄时，王后才向王坦白说明，伊是犹太人，末底改阁是伊的亲人的亲戚。王将对哈曼没收充公的家产送互王后做补偿，王后也将哈曼的家产交互末底改来替伊管理。
国王也将对哈曼的手处罚的王戒交予末底改负责，因为进前哈曼用王的諭令所发出的命令是无法度收回，也是更改，所以王也允准犹太人通保护家己反击对敌的攻击。所以末底改以用王的名义写诏书，砍王的手指印，送达全国颁布命令，允准犹太人通伫阿达月的13日自己保护家己，反击敌人，甲抢因的财产。因伫迄时差不多也有半年的时间通做遮个准备。第四段伫第8章15、19、16节，末底改甲犹太人得阵营。末底改完全取代哈曼的身份、地位、关系，彻底打败哈曼甲敌对犹太人的势力。通苏珊首都的人民也欢喜快乐，因为徛伫因头仔顶的歹人受消灭，救王有功的好人末底改出头天。这是好代志，也是喜事。圣经讲，对犹太人来讲是光明、欢喜、快乐、尊荣的事。当犹太人知影新的诏书的内容的时，因也欢喜，也办桌庆祝，决定阿达月13日做普年节，通逐年纪念庆祝。连逐所在的人，也有人因为帮犹太人的缘故，就改装加入做犹太人。以斯帖记第7章到第8章对咱有甚物款的教示？头一项咧讲到，女性也通成做英雄，女性也通做英雄。咱知妇女运动也是女权的进步，差不多是真百当的代志。妇女的权益甲地位得到重视以及提升，也是经过长期奋斗艰难的过程，才渐渐有成果。当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的时，有人质疑佮批评讲，清纯的查某人哪有才调佮资格做总统？毋过经过8年的总统，证明伊确实是一位能力不凡的国家元首。即马伫日本也出现一位有史以来的头一位的女首相，高市早苗也深得日本人的喜爱。伊伫国际的声望也哪来哪悬。伊心目中的英雄是以前有铁娘子称呼的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。名义上，日本尊天皇做国家的领袖。日本的国法规定，天皇必须由男系的继承人担任。现任的天皇只有生一个公主，所以为了下一任的天皇是毋是通由女性担任，日本人也无共款的意见。总是因为高市首相杰出的表现较好的人缘，日本人支持将来出现女天皇的支持度也超过60%。咱看圣经中也有一寡优秀佮杰出的女性，亲像摩西的阿姐女先知米利暗，也是音乐家。女士师底波拉、最耶稣的老母玛利亚，还佫有波斯王和以斯帖等等。女性用无同的气力甲贡献，也通成做当当时甲后世的英雄。耶利米31章22节后半段讲，上主已经伫即个地上创造一件新的事，就是查某人要保护查甫人。所以以斯帖也诚做上帝拯救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英雄，也为着女性开创一条参与救世的英雄路。第二，信靠主逆转性，信靠主逆转性。
有一首感动人的诗歌，上帝袂捌应允。歌词的第一段讲，上帝袂捌应允，天色相拿，人生的路途火芳相伴。上帝袂捌应允，定定是好天无落雨，常常是快乐无痛苦，常常平安无看路。第二段讲，上帝袂捌应允，咱无拄着苦难甲试探、懊恼甲忧虑。上帝也袂捌应允，咱袂背济济的重担，甲做济济的事务。第三段，上帝袂捌应允，前途拢是平坦的大路，出在咱安怎去行。无深水阻挡，大海一片；无大山阻挡，高坡云天。总是上帝却应允，咱的生活有力，行路有亮光，做工通得到安息，试炼有恩典帮赞，危难有上帝通倚靠，有无限的体谅，甲袂朽坏的疼。以色列人伫经历国家灭亡，受掠到异乡异邦，好不容易伫波斯帝国的开国皇帝允准因会当回归故乡，重建家园甲圣殿，也通自由散居伫帝国的任何所在。总是好景不详，传位到亚哈随鲁王，听信大歹人哈曼的诡计，下使令要剿灭所有以色列人。毋过，上帝怜悯也透过末底改的走藏，以斯帖的勇敢智慧，上帝就亲像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，互因袂输对死搁活，亦会重生逆转胜，打败因的对敌。彼前书第5章8节到11节讲：着谨慎，着警醒，因为恁的对敌魔鬼，亲像得口会使四界行，得找通吞食的人。着靠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伊，因为恁知全世界的正兄弟姊妹拢在经历相款的苦难。所以，一切恩典的上帝，就是通过基督来呼召恁进入永远的荣光迄位。伫恁暂时受苦以后，一定会亲身甲恁重新建立，使恁气力，互恁坚固徛在。愿权能归乎伊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另外，伫约翰一书第5章第4节讲，因为上帝的囝儿拢会当较赢世间，互咱较赢世间的，就是咱的信。所以，咱着倚靠上帝，坚固徛在，到伫路尾吞忍到得胜。第三，掠贼擒头目，掠蛇电颔棍。掠贼擒头目，掠蛇电颔棍。以斯帖虽然外表是美丽柔弱的小女子，毋过伊却有善良、正直、勇敢、聪明甲智慧。伊亲像精炼的蜡人，接近蜡物，落尾射出致命的一击，成功取胜，也好亲像是布置万无一失的陷阱，等待蜡物自投罗网，丧失生机。俗语咧讲，掠贼擒头目，伫战场主帅主将，若是受掠，也是受死，军容无守，自然就会溃散失败。咱也通看到有人咧掠蛇，真小心，是对迄个颔棍甲电条咧，蛇就乖乖互伊掠起来。
以斯帖也明白，哈曼就是迄尾上大尾的恶蛇，只要甲哈曼设计除掉，就通拯救以色列人，改变因的命运。咱也看见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，当德国希特勒自杀的时，德国就战败。迄也是犹太人受大屠杀苦难的结束，命运改变，通得到新生活的开始。也求主使咱有智慧、勇气、信心甲耐心，吞忍听候，掠条翻转命运、得救得胜的好时机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献上感谢而乐，互阮伫即个2025年，也伫咧过去的中间，通孝顺主你的恩典。虽然伫一年的中间有欢喜快乐，毋过有时阵也有拄着忧伤甲艰苦，总是你也诚侪阮的倚靠甲帮赞，互阮也通透过伫以斯帖记，阮来学习怎样吞忍听候主你拯救的日，互阮也会当诚侪反败为胜的人生。阮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免。